而家你上網睇短片咧，隨時都可以見到一啲創業者咧用影片去分享佢嘅個人經歷嘅，例如講下佢點樣由生意失敗到東山再起啦，點樣由一個非常之普通嘅基層家庭，透過自己不斷嘅努力去力爭上游，跨越階層啦，又或者自己年輕嘅時候點樣捱窮，大個咗點樣努力去揾錢逆襲人生，甚至乎我睇過一條片，作者話自己喺讀書嘅時候咧去瑞士留學，為咗揾生活費咧就要喺暑假嘅時候搭飛機翻香港做兼職，將做兼職賺嘅錢拎翻去瑞士繼續讀書。呢一類影片嘅作用咧就係打造人設。咁咩叫做人設呢？人設就係人物設定嘅縮寫。人物設定以往咧係用喺小說啊、電影啊、漫畫等等嘅創作上嘅，因為呢啲作品裏面都會牽涉唔同嘅人物，而要為咗令到呢個人物更加有血有肉，令觀眾可以投入到感情呢，所以就需要人物設定。所以你總會發現㗎，呢啲創作裏面總會有一啲霸道總裁啊、世外高人啊、高富帥啊、傻白甜啊、天才窮小子等等嘅。而呢一種塑造人物設定嘅手法呢，就俾我哋而家呢啲自媒體人借用咗嚟為自己打造個人形象。咁究竟一個自媒體人應該點樣打造自己嘅人設呢？今集節目就同大家詳細咁探討一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創業者喺自媒體上分享一啲自己嘅成長經歷同埋個人故事呢，係好正確嘅，因為我哋希望用自己嘅故事去同觀眾產生共鳴，又或者產生好奇心，令到觀眾雖然事實上唔認識你，但係感覺上好似知道你好多嘢，從而產生你同觀眾之間嘅溫度啊，令到你同觀眾之間唔係只係得一買一賣嘅關係。但係有一啲人呢，純粹將打造人設變成咗自媒體嘅經營核心，呢一樣嘢咧就偏離咗經營自媒體，甚至乎係做生意嘅意義啊！如果你經營自媒體嘅目的係希望輔助你做生意嘅話呢，就請你回歸翻商業嘅基本核心原則，就係創造價值。你嘅個人經歷可以好賺人熱淚，好激動人心，但係同對方揾唔揾你買嘢，揾唔揾你合作做生意呢，係冇乜關係嘅。如果你真係想透過自媒體幫助你做生意呢，你嘅大部分內容都係要話俾其他人知，你可以為佢哋創造乜嘢價值，你可以為佢哋解決乜嘢問題。假設你係做健康食品生意嘅，你就話俾人知你可以幫人改善乜嘢嘅健康問題。如果你係做 AI 顧問嘅，你就話俾人知可以透過 AI 提升工作效率，減低營運成本。呢啲先係你喺自媒體上吸引人認識你嘅第一步。你嘅故事、你嘅經歷係當對方需要你嘅價值嘅時候，你再用人格魅力去強化佢對你嘅印象。所以正確嘅次序係先輸出價值，再打造人設。如果你只係打造人設而唔輸出價值呢，哪怕你嘅人設真係好吸引，結果可能你有好多 fans、好多 followers， 但係結果做唔到生意，因為對方根本理解唔到你嘅價值，根本冇原因去同你買嘢。雖然打造人設咧未必係最重要嗰件事，但係都係一件需要做嘅事嚟嘅。咁究竟點樣打造人設先至會吸引呢？我哋而家上網見到好多人打造人設嘅方式咧，都離不開一個規律嘅，就係分享自己嘅英雄之路嘅故事啊！即係講自己由以前點樣失敗，面對幾多挫折，條件有幾咁艱苦，一步一步蛻變成為今日一個成功嘅形象。呢一種嘅敘事手法就係叫做英雄之路。呢種手法被廣泛採用嘅原因係因為佢符合大部分人對未來嘅期望。呢一位英雄過去嘅失敗同埋落魄，就係佢嘅觀眾今時今日嘅情況，觀眾就會有代入感。而因為呢位英雄可以由過去嘅佢變成今日嘅佢，即係話佢嘅觀眾未來都有機會成為呢位英雄，因此呢位英雄所推介嘅產品或者服務呢，都會比較容易接受嘅。用英雄之路去打造人設呢，本身並冇對錯，不過我有時會發現大家為咗要敘述自己英雄之路嘅故事呢，就刻意將自己過去呢講到好悲慘，甚至乎有少少去到無病呻吟嘅程度啊！明明都唔係一件咩咁大不了嘅事，但係要為咗完成呢個英雄之路呢，就好矯情地去堆砌一啲挫折同埋失敗出嚟，而呢種造作呢，反而對你嘅人設係會有損害嘅。真實係人設最大嘅威力，當然真實唔代表要將你所有嘅嘢都講晒俾人聽，但係喺你展示出嚟嘅事物裏面，應該要真實咁反映到你嘅個性、態度、價值觀。咁點解真誠有咁大嘅威力呢？首先好簡單，人嘅本質就係唔中意被騙。當你造作嘅時候，代表你好刻意想俾我知道一啲事情，呢個時候人嘅本能就係會抗拒。例如你好刻意造作你係一個顧家嘅男人形象，
觀眾反而會質疑真實嘅你係咪真係咁嘅呢？當你越刻意想建立一個形象嘅時候，對方反而越唔相信。另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，就係真誠先可以長久嘅。做自媒體係一場持久戰，你嘅人設唔係一時三刻建立出嚟㗎，而係要經過日積月累、深耕細作、潛移默化喺觀眾嘅認知裏面建立你嘅形象。如果你嘅人設並唔係真實嘅你，即係話你要長期扮演一個唔係你嘅角色，做一啲同你個性本質相反嘅事情。一時三刻咧可能冇問題嘅，但係長時間你就會厭倦，會反抗，所以唯有真實先可以令你打贏呢一場持久戰嘅。喺你講你嘅人設故事或者分享一啲同你人設有關內容嘅時候咧，試下少啲為咗製造反差而製造反差，多啲分享真實嘅你。以上就係我對網上打造人設嘅睇法啦。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想同我討論嘅話咧，歡迎你喺影片下面留言嘅。如果你覺得今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咧，就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啦。我係 Tony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